呢仲係賢德之君，賢者無敵啊！馬林後邊就豪城揾緊位，捐入去做入邊呢，仲有呢隻李健夢境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加州星球就佔先嘅。好啦，嘉應高升開始逼來，有啊，再後邊噶嘛，仲有威力奔騰入邊上嚟噶嘛，仲有隻驕陽明區最出追係的愛心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咗對手個幾身位，李健夢境、驕陽明區一齊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贏出呢場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後邊追上嚟噶嘛，雖然好似追得好近，但係一樣都係嘉應高升贏啊！睇翻呢匹馬，上年12月先至係初試提升嘅，相隔1年左右嘅時間，呢隻嘉應高升跨過一關又一關，今次嚟到第一次跑1級賽，結果為港隊代表再度勇奪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呢項嘅殊榮啊！嘉應高升仲係撳住佔先嘅，咁啊後邊嘅馬見到魔術控制第2位啦，埋邊呢仲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一，外邊追嘅馬呢仲係幸運有利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明區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嚟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利，入邊追的愛心，外邊上咗驕陽明區最出嚟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咁啊狂勝對手，捧走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亦都係呢匹馬出道以嚟取得嘅第10場頭馬。繼上場賽事喺場香港短途錦標贏完1級賽之後，呢匹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埋呢場1級賽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見到嘉應高升咧攞緊平衡咧就慢慢上噶啦，外邊位置追有驕陽明區上嚟啊，出邊位置仲見到有呢隻手機標靶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咁啊見到呢隻嘉應高升透出咗驕陽明區追緊佢啦，後邊噶嘛仲有永遠美麗的愛心，最後100米嘉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掟甩對手，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後邊嘅馬驕陽明區追咗一段唔多，的愛心上埋嚟，第4名外邊係永遠美麗啊！結果呢隻嘉應高升真係不負眾望啊！咁啊，繼之前已經喺一場短途嘅賽事裏邊100週年紀念短途杯贏咗個香港速度系列嘅頭關之後，嚟到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上1400一樣贏啊！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！再見到外邊追嘅馬，仲有李健夢境，後邊嘅馬仲有驕陽明區啊，再後多就係金鑽貴人，最後100零米啦！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韁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啦。首先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，至動心星彩女兒啊！好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暫時突圍而出就登天橋嚟嘅，嘉應高升開始要俾落去，出邊位置係尖尾新星大愛當仲係百麗星啊，最出邊仲有隻最佳一刻，最後100米嘉應高升暫時透出嚟，入邊登天橋，再出邊就係祖麗星，接近終點100米嘉應高升贏出珠峰錦標，跑第2名係動心，第3名好近啦！哇！恭喜晒嘉應高升贏出全球